好，我想退票，请问安完全判呢？好，想同人家车票拿本我来同处理。也是我之前买嘅车票，拜托你。安尼是退票嘞？好哦。照规定，扣票艺术手续费，也是全价钱。老咱咯。看拍头前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常用嘅詞彙。大家要記得聽聽音哦。退票、退票、退票；處理、處理、處理；扣票、扣票、扣除；手續費、手續費、手續費；進錢、進錢、之前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学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相同一个车票拿本我，相同一个车票拿本我，请把您的车票拿给我。相同，相同，请把。一个，一个，您的。车票，车票。车票，拿本我，拿本我，拿给我。相同一个车票拿本我，相同一个车票拿本我，请把您的车票拿给我。我来同行处理，我来同行处理，我来帮您处理。我來，我來，同行，同行，幫您處理，處理，處理。我來同行處理，我來同行處理，我來幫您處理。扣票一術手續費也係全價錢。扣票一術手續費也是全價錢，扣除一點手續費，這是剩下的錢。扣票，扣票，扣除。一術，一術，一點。手續費，手續費，手續費。也是，也是。這是全價，全價，剩下的錢，錢，錢。扣票一術手續費也是全價錢，扣票一術手續費也是全價錢，扣除一點手續費，這是剩下的錢。呢篇所有嘅句型都搞漂了，大家將佢嘅時節愛多聽多講，安尼將會進步哦，加油哦！